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1章第1節至45節，主題係上帝的僕人耶穌開始傳講福音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1章嘅開始，首先講到施洗約翰喺曠野宣講悔改嘅洗禮，呼籲所有人嚟回轉悔改，而佢就係為耶穌嘅來臨預備道路。之後，耶穌由加利利嚟到約旦河，接受約翰嘅施洗。嗰一刻，天好似裂開咗，聖靈降喺耶穌身上，而天上有聲音宣告：耶穌係神嘅愛子，係神所喜悅嘅。耶穌被聖靈帶到曠野，受試探40日，有野獸喺身邊，但都有天使服侍耶穌。之後約翰被囚禁，耶穌就開始出嚟傳道，宣告神嘅國已經好近啦。耶穌沿住海邊行走，叫咗4個漁夫嚟跟隨佢，佢哋即刻放低一切，跟從耶穌。之後耶穌喺迦百農教導人，又醫病趕鬼，名聲好快傳到各處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馬可福音第1章記載，耶穌喺開始侍奉之前，首先被聖靈帶到曠野受試探40日。咁當你遇到試煉，又或者覺得好孤單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願意信服聖靈嘅帶領呢？